分3、5千嘛。来了，要不要进度我带了？啊，进度我带了，要不要装？现在进度啊？装是不用，这个另外哇塞，我要现在，哇，有一期签了。这个我借他用一下，我可能用2、3天，这3、5的这个。颜色不对了，同学。
Shambhala,
设好。点点不，他点点他这个。现在就是这个问题，但是他自己要求我让我更新，我就没办法。稳定要没得事，可以，知道吧？知道稳定不还不知道？还是可以。哎呦，有点东西。还是要提出来了，还是提着舒服一点，手感。但是你就两个手感扶的话，有点。你直接拿一个手感拿，哦，对，我以前是这种排的，这样就稳定吗？对，稍微稳定一些，因为一个手感拿的嘛，过去就一个人，不然两个手感的话是两个的指挥，有点对，这样还可以一些。哎呀，上稳定器这样太麻烦，不想调。上稳定器的话就是要调频嘛。这样子你觉得以后看是在很乱，有点那个，是吧？对，手持的。看一下，我应该稳一些。而且要走动的话，就不能走。我还是抖，还是抖，确实抖。放最那个。最那个的就还要好一些。肯定还是上稳定器。装上电池，有一电池的干，真的每次都忘记走太晚了。电充满了的2个电池。你就这样跟着永吉老师拍一下，就真的是绝对是对吧？这会调这个。你的作品写什么？可以直播你的作品。什么？你的作品拿来可以直播。哦。我昨天看了一下，确实真的可以。很长。作品长嘛？对啊，时间很长。就是好像正在那个现场直播样子。啊，对啊。有 OBS 也可以啊，就是电脑上对啊，都可以。里面一导入进去，然后就可以直播了。对。我昨天试了一下，还可以，效果挺好的。所以旁边150多个人观看人，直播了一会儿，不到半个小时。
手机上别的上别的上啊，对对对。去上，还是要上稳定器上去，不然手提的话方面有点抖。我这个支架没带，那个车上那个稳定器没拿，那我将我的手机的支持车，他要放我那个地方没地方放了，他只有一个那个在直播。反正放大了还是有噪点的，等一下应该影片的那个模式没设置好，应该要设置。我的话筒也没带，话筒在1上面，那个麦克风没带，没拿。但是应该用这个内置的，应该效果应该将就吧。他说的那个内置的效果可以，先测试一下。设置感觉怎么样？反正应该，如果长期看的话，应该有点发现了的。影响应该不大，因为你视频长嘛。短视频的话是那肯定有点影响的。这种话应该影响。感觉曲线好高哦，它一下变得很高了嘞。来了。
今天我测试一下嘛，没有再带那个麦克风，这内置的麦克风应该效果，我觉得应该将就吧，声音效果应该比那些好很多啊。没有用稳定器，稳定器在车上没拿。喂，找那个。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
को न सौदन जते जीविका हिरो को न सौदन जते जीविका去图书馆去。
然后这样转了就，然后这样来的话，时间高一点。刚才过去啊，加了，先用吧，哎呦，刚才上面那个。捣乱去了。你得敲起在，都得敲了。你看这地方可以。再看这个你啊，我千万给你啊，这把这个来把把是那个，把那个对，放了给你的，这个好像是我把这个放在那个。这首歌又很好听啊，马上就开始老师了啊。这里面，还得看半圈女老师，国外就知道了，哩哩吧啦的用尽了，师傅。是不是哦？你看国外就知道，哩哩吧在。啊，看不够啊，谢谢。对，我们也看不够啊，但是因为不能走动去看女老师。唱日寺，因为唱日寺比较高深啊，反正都还有很多人不会唱日寺，一般都是女老师表演的时候就会唱日寺，但是依旧中国每天晚上都会跳啊。看下我们秋吉帅哥来了，女教师来了，大家加关注啊！这个脸比较厚啊，每时每刻都关注你们关注啊！把这个对，昨夜也是昨晚，也叫昨天晚上啊。就是我的手机架，来了，手机支架打了一个，看你们的双眼啊，直接练上了，这样子还可以放下去，这样。确实，你把那个进度的脑海上就可以了。对对对，我试了一下，好像好一点。我这样子拿没拿？今天没拿那个，他们打针打那个用针的那个，太辛苦了。先把那个卡好。卡了吗？哦，等一下啊，让我把退出去。现在好了吗？对，他们灯光打太强了，用针那个他穿的衣服也太醒目了吧？反正我觉得太那个，现在好一点点，灯光那个太明显了。我没上稳定器，我那个 FXD 现在还没调试好，然后画质应该还没UAE 的好，因为噪点还是比较多。镜头现在又放回之前的镜头了，但是感觉这个机型的参数像没摸透嘛。
A1的话，任何时候的情况下都是画面都是干干净净的，这个就有你放大了一点看，就噪点那个有可能是个风格套子。马上9点了，马上9点。就看不下落了，等一下啊，这儿给我拿错。这块东西。哎，昨天吃完去了，没来到，好晚了，赶过都10点多了。晚上不好，昨天的好。昨天晚上的穿队服嘛。哎，跟上午的一样的。对他们昨天穿衣服就被脱下。我昨天跟罗马拍了2过了，还拍了7、8个，这样的。哦，在昨天边我今天下雨，今天没下。你在温江啊？啊。你吃大吗的啊？就是吃完去了嘛，就回来了嘛。哎，有个火人的是哪方的了？有一个抖音那个火子，他直接歪后面那个。火人的。啊，但是他要不应该来。哎，没注意到。不知道你的一首歌是什么？我在拍照，我在试一下。
好像开黄豆了，哦，现在开了。因为我在左边拍嘛，然后就有可能就抖一些。我没带手机票。这有点摇晃起来，等一下。对，有点摇。哦，对。我这黄豆开了吧？黄豆开了吗？开到黄豆了。哦。好像没什么用那个。对了。对了吗？对了。哎。哦，没注意到那个，谢谢你。这样拿到还感觉好一点。这样很稳定一点。对，主要是你把这儿扶到就黄豆好一点，它紧住那儿。这刚刚那个全是钢材的，对对对，塑料的。这样拿的话有点。对。这直接拿这儿也可以。主要是你这儿扶一点就黄豆好。看还是要上稳定器。对，上稳定器更感觉好。看起来画面很那种。这个声音可以听一下，这个声音，看不到吗？
了吗？没注意到我的摄像。这边网络显示4.7兆。现在卡不卡？因为为什么我自己的这个自己的几点有问题？换一个等一下。哦，是卡一卡的话，等一下我重新连一次。现在重新连了，我今天好久没看到他了，至少今天晚上第一次看他。现在应该好了吧？现在我重新连了，现在好不好？现在好，现在好。等一下我看一下。这个机器不专业，对，就是电机。你是开电影的吗？他就是用的最多的电子。不是你以前是做啥子？你是考的去吗？没有，就是皮刷的。皮刷，我看你每个机器都不差，都比我好，看起来专业。我以前就是觉得过度效应太严重了，我就买的F83，然后买1，我觉得还是就是这样也专业，那也专业。我没有觉得需要用那个。应该好了吧？还是卡吗？不好，什么情况？不好啊！我自己这边好像用没卡过了。有点小卡，等一下我换个那个。
影店了，冲影店。我今天拿了机子直接提的，没有用问进去，应该没调好，今天来去过来比较晚，然后没时间，直接叫上面叫他拍的。然后我用另外一个镜头有点那个宽，没有强度那么好。我另外一个相机没带电池，搞忘了。我带了2个机器，但是没带那个电池没带，它充好了的，那个X6的电池，好像没好了。扎西拉姆，好久没来了。好久没看到你了，很久了，应该在青阳宫那边后面里面去看到。去过去了2次。对啊，我看到你了。这边我踢1次。真的来没多久。搞忘了拍点短视频，没拍了，还是要拍一些短视频，看了吧？我们团队的，这是红火团队的。哎呀，我9点钟才来的，多了，跟这音乐还是有关系。是扎西的，哎，我是没看了这个衣服了，以前应该是。祈祷加入关注，对，祈祷你加入关注。我让今天去拿钥匙。
不这样哦。刚才说了，我要不开的话，我早就去拉了日本那个，去看那个山东对，在其他文章就有啊，在那个播客里面或者播客的表里面都有。就每个人基本上你们熟悉的每个人应该都做了那个不同列表里面有。我走的是不是太近了？你的镜头都走得很近了。这他朋友我知道什么名字。那个第一次来这个地方不认识。那天那个女孩子叫张老妈，张老妈都没来，因为不是昨天不是还没有。个子很高啊，也是。这全打湿了，跟这个一个全部湿透了。是这样子，只要跳过去，跳个湿完。还有水吗？随便喝。空王的天地，空王的天地，
亲还不知道啊，反正是当初是。马宝一个人呢，看了啊。
9点半了，过了，下课了，没有。下班了吗？算是休息了吧？9点半，不知道。哎，好，9点半你们还跳不跳？在那边广场？那边这边跳不跳？这边吗？啊，这边我也不知道，我明天应该可以跳吧？昨天跳了吗？昨天可以跳，那就可以跳了。下面我不用，谢谢。走。这个是你们旁边去跳，旁边去跳吧。不知道哎，他们要去吗？你也可以吧？不清楚。跳的医生还是谁？底料还可乐。哎呀，你昨天你今天终于来了个。你可能是不用谢谢。昨天你心里都是慌的了。对啊，我点早点过来，开始的吃饭的时候都8点钟了，8点。因为你吃的11点半了。哎，11点钟左右才10点半左右才走，吃了之后家里面就摆龙门阵。你开学不是吗？开学走了9点钟。看昨天上演了，现在有资金了，可以可以，他应该有事儿，可以有水喝了哈。他不是说他拿了第一项，然后跳第二项。他不是拿了一项吗？还跟我们这说的嘛。他有事吧？9点多几会儿就走了。真的啊？我到处找他。关注。啊，拿了一项就走了？不应该呀。对呀，他说今天。他应该没拿哦，我跑不了。他说了。大家一起点赞充50万啊！旁边还要跳吗？旁边还要跳。50万，大家其实大家一起点赞1分钟就能解决的事情啊！这个人我算过啊，我点赞的时候这个就是小区。没事，我那个包包里面有，他是不是拿？我下去找他们拿，然后年前的我你个这个真的没想到，太买的。那个我走他不走进去。也就太热了。你说的今天那个麦当劳嘎，2个啥子呢？那个巧克力。对啊。冰淇淋才。我买了15罐。哎呀，我都想去嘞，我去想啊，我说我想好想吃肉，看到就好了，我想吃，但是我也不想吃。好吧，我们吃点点小吃派，太远了。对啊，所以你带我呀。对呀，等一下，我想说几句。我说那个，那他现在我娃娃又买了2份，我买了早知道我来你帮我买，不行，那个买了马上。对啊，放冰箱里啊，冰冻。好想吃，我还你看，他们去省体育馆比武了。他们跑市里面去干嘛？那我们就直接去马上市民球。对啊，就省体育馆。那就好。跑来福士那个地方去了。那来福士上面可以跳。眼皮这过去啊，真漂亮。他们可以去来福士上面2楼啊，可以跳。没有，他们在哪去？他们在那个省体育馆比武。去了吗？对啊，他们在小福他们都去了。我说走起。开学也去了呀。对啊，开学说的呀。那开学去了，去省体育馆。昨天晚上这边都可以跳啊，这边也可以跳，昨天晚上这边也跳。我没有跳。他们那个用真的说跳的。没有，昨天没有上，昨天没跳，没跳吧？没有，没跳。那个找场地的，他们跳了一会儿，然后就吃饭了。我们就到石门桥去找他们，然后。要不我开车嘛，我车停旁边的。对。你去不去？哎，那我们坐上车去嘛？啊。车停那个地方。真的。对啊，车停旁边。那太好了，太好了。电动车我就放在这里吧。